来讲高坑的东河单厝是伫大正7年起的。传说这单厝先做是卖八家的产地，特别聘请唐山的师傅来起的，嘛变成当时高坑乡东河村上有规模的大厦厝。为了要活化这个所在，除了有开放游客参观，嘛会配合艺文的展览。高坑东河单体是伫日本时代起的，相传当时单家祖先卖八家田，嘛有这间厝变做当时高坑乡东河村上有规模的厝。东河生产最重要，其实它是有别于一般的三合院不一样。三合院一般中间的庭院都晒稻谷的地方，它这边其实它就是一个园林的方式。这栋厝上特别的是，伊的壁、佮有条啊等等，拢有真侪彩绘和对联，互伊有真丰富的艺术价值。他们陈氏家族里面的原来的一个对联，他们希望能够子孙能够恪守古训的一个方式，都在这个对联里面。目前单体除了开放游客参观，嘛配合艺文展览来展出，欢迎民众来参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